啊，姐姐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名叫杜華天，你幾多歲啊52歲啊， 52歲，你喺香港照顧過乜嘢啊？老人家？老人家，全部都老人家，全部都老人家。係啊。哦，好啊。你而家咧，而家唔係照顧老人家。唔係你仲有清潔同埋賣餸。哦，你想照顧翻老人家係咪？老人家係啊。咁你之前照顧老人家咧，你煮咩俾佢哋食啊？我中意煮食物嘅，但我煮俾佢啊，因為個個都忍到唔得嘛。咁你以前嗰個中意食乜嘢啊？嗰啲又可以嗰啲玩意，有時做衣衫，有時唔同啊，個個都有食。哦，好啊。嗰時有冇照顧過咧唔行路嘅老人家？有。哦，推輪椅。係啊，推輪椅有換片。換片。帶佢係帶公園。使唔使同佢覆診啊？睇醫生啊？要一定啊！一定要。覆診我自己啊。個個都覆診。係啊，個個都覆診。哦，你自己去街市買餸都得㗎啦，係咪？咁你除咗蒸魚嗰啲，仲識煮咩啊？有時食飯魚，有時打碗魚，有時有紅白魚，有時有。咁早餐咧？早餐公公婆婆食乜嘢㗎？有時可以麥多咯，有時係 OK 咁樣。有時咩話麥多？有時飲茶。哦，飲茶。係啊。咁喺屋企食乜嘢啊？喺屋企啊，食。早餐食乜嘢？食麵包。哦，咁你出咗去賣餸，邊個睇住老人家啊？有時喺嗰邊買，有時兩公婆買，兩公婆哋有兩公婆有時唔係我後輩啊，後輩買餸，跟住唔使自己就可以有老婆有兩公婆買，有時咁樣。哦，即係阿 Sir 同埋阿嫲買。係啊。你唔使出去買。我買啊，但係我一陣嘛，擺啲翻屋企，我有冇事。我買一陣，好快翻屋企。好。你驚唔驚貓貓狗狗㗎？貓唔驚，狗唔要啊。狗唔得。係啊。你可唔可以同婆婆同房啊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好啊。唔該晒姐姐，拜拜。唔該晒，拜拜。